台湾郭清华伫总日巡都来要求市府，不管是公办的上垃圾，或是自办的草乌寮等新兴的中卫区，一定要有远见来规划学校用地。同时嘛，替业者来清明，因为台南有电镀工厂，因为污水排放无符合标准，加上都准则嘛有破损的缺失。被环保局处以罚金，要求限期改善。不过议员却认为是检验制度出问题，不是市府讲得准算，而且上千万的罚金，敢是要害业者破产。恁采水转去，恁若采业者采，本色一直甲恁讲，恁采业者采，恁中留一个标准出来，双方签名，有争议的时阵啦这个送第三会安那念呐？会公证单位来公证，是啊，这个代志袂当做。互业者啦有当时啊，恁验的，他们做的落差足济，害业者甲恁贵，害业者面临破产。恁官员安尼做的我民意代表袂当互恁安尼做啦，是了，检讨一下啦。是。你讲的议员所指证的是这个环保的这个污水的检验了，对吧？对，因检验的啦，罚千几万啦；人检验的啦因家己检验的啦，罚几十万啊尔啦。因检验的数字啦20几%啦，人检验的数字啦5-6%啦，拢烧上用遐水啦。是安怎我知影，我来检讨一步。环保局表示，目前该案业者虽然坦诚缺失，不过有关采罚的部分也未定案，敢是千万的天价，也搁在上诉当中。台湾新闻管制林英庚采访报道。